各位美股脈動新聞嘅觀眾朋友，大家晚安，歡迎收聽今日嘅財經專題報導。今日係4月16日，喺呢個充滿變數嘅金融市場入面，保持一份樂觀得嚟又謹慎嘅心態，係我哋每一位投資者可以行得長遠嘅關鍵。今日我哋要傾嘅話題非常豐富，由中東局勢嘅最新進展，講到聯儲局主席嘅任免風波，再講到嗰個令人興奮，但同時亦令部分投資者心驚膽戰嘅標指新高。尋日嘅市場波動，無疑係反映咗目前全球金融環境嗰種既期待增長又驚不確定性嘅矛盾心理。我哋先由尋日嘅市場大環境講起。星期三，全球市場嘅目光都聚焦喺美國同伊朗嘅關係上面。據報兩國原則上同意延長停火，呢樣嘢對於受盡地緣政治日價之苦嘅能源市場嚟講，絕對係一劑強心針。雖然市場仲觀望緊具體休戰協議嘅詳情，但呢種和平預期已經開始喺資產價格入面發酵。美股週三嘅走勢可以話係驚心動魄，市場喺樂觀情緒同埋獲利回吐嘅壓力之間不斷拉鋸。具體睇返尋日美股大盤嘅表現，道指嘅走勢最具代表性。開市初期受樂觀情緒推動，高開13點之後，升幅一度擴大到173點，但隨後市場好似對高位產生咗恐懼，出現咗一波急劇調整。一度跌反轉頭254點，低見4828腰點。不過市場嘅韌性依然好強，最終道指雖然微跌72點，跌幅大約0.15%，收報48463點，但喺創紀錄高位附近震盪，其實係一個健康嘅消化過程。相比之下，代表科技股同廣泛市場嘅標普500指數同納斯達克指數就表現得更加強勢，雙雙喺盤中打破歷史紀錄。標普500指數最終升0.8%，收報7022點，呢個亦係標指首次企穩喺7000點大關之上，突破咗今年1月底嘅紀錄高位。納斯達克指數更加展現咗科技成長股嘅領頭羊本色，大漲1.59%，收報2406點。呢兩大指數收市都貼近全日高位，顯示資金對於人工智能以及科技巨頭業績嘅信心依然好穩陣。反映中概股表現嘅金龍指數亦反彈咗0.75%，收喺7068點，顯示市場整體嘅風險胃納正喺度回升。債券市場方面，美債嘅波動同樣引人注目。尋日美國10年期債息一度上揚3.9個基點，最高見過4.291厘，而對政策利率更加敏感嘅2年期債息就升咗2.7個基點，去到3.778厘。債息上升反映咗市場對經濟增長嘅預期，以及對通脹可能依然頑固嘅憂慮。與此同時，美國財政部最新公布嘅數據亦為債市帶嚟話題。海外喺2月持有嘅美債規模錄得1年嚟最大增幅，達到創紀錄嘅9.49萬億美元。主要動力嚟自加拿大同沙特阿拉伯嘅增持，日本同英國都分別加咗碼，唯獨中國持倉，略微減少咗11億美元。呢樣嘢顯示喺全球局勢動盪之際，美元資產依然係全球資金避險嘅首選。轉去商品市場，石油同埋貴金屬嘅表現就呈現出喺波動中循方向。紐約期油喺週三一度因為停火消息未落實而彈升超過2%，高見每桶93.3美元，但隨住細節流出，升幅收窄，最終微升0.01%，報91.29美元。而布蘭特期油收報94.93美元，升幅縮減到0.15%。雖然油價稍為回順，但美國汽車協會嘅數據就提醒我哋，零售端嘅汽油同柴油價格依然處於季節性高位。呢樣嘢對普通消費者嘅購買力無疑係一種壓力。至於貴金屬，現貨金價喺週三曾出現明顯回吐，一度跌1.14%，每盎司低見4786.54美元。然而去到週四，我哋見到金價展現咗強大嘅買盤支撐，再次企返上4800美元大關。正如 LBMA 董事總經理
路斯克魯威爾所講，黃金作為避險同埋儲備資產嘅地位，喺危機時刻依然係無可替代。值得關注嘅仲有白銀市場。最新嘅世界白銀調查預測，2026年將會連續第6年出現供應缺口。呢種長期嘅供需失衡，極有可能引發一場類似擠倉嘅價格飆升。個股表現方面，尋日 Tesla 同埋微軟絕對係全場焦點。Tesla 股價急升7.6%，顯示投資者對佢未來增長有強烈期待。微軟就以4.6%升幅領跑道指成分股，主要歸功於雲端服務同人工智能業務嘅穩定變現。此外 ，Apple 亦上漲咗2.9%。特別值得一提嘅係 Nike 股價上揚2.8%，因為公司 CEO 希爾以及 Apple 掌舵人庫克都分別動用咗大約100萬美元資金增持咗 Nike 股份。呢類高層增持通常被市場視為對公司前景嘅強烈信心投票。當然，市場亦有表現唔好嘅部分，例如 Caterpillar 下滑3%，係道指表現最差嘅成分股，反映出部分週期性板塊喺目前嘅估值水平下面對緊壓力。接下來我哋一定要講下政治同貨幣政策嘅博弈。特朗普總統喺接受媒體訪問嗰陣，再次展現佢強硬嘅本色，威脅如果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喺5月中任期屆滿之後唔準時走人，就會被直接開除，甚至提到司法部會展開調查。呢種行政權力同央行獨立性之間嘅摩擦，無疑為未來市場埋下咗一粒不確定性嘅種子。與此同時，財長貝桑就表現得比較務實。佢話理解聯儲局暫緩減息嘅決定，並認為當核心通脹進一步回落，減息空間將會更大。佢對於下任主席提名人沃什能唔能夠喺5月16日之前獲得國會確認，表示不肯定。呢樣嘢意味住未來1個月美國貨幣政策嘅領導層可能會出現短暫波動。經濟數據方面，美國勞動力市場依然充滿韌性。截至4月11日嗰個星期，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減少到20.7萬人，低過市場預期，說明就業市場並無好似部分人擔心咁迅速走弱。雖然貝桑提到受戰事影響，本季度經濟增長可能放緩，但佢非常有信心，認為經濟狀況良好，而且會反彈，特別係微觀數據表現非常強勁。展望未來幾日，市場將會進入關鍵觀察期。首先係關於美伊停火協議嘅具體條文，任何細微變動都會直接牽動原油同金價走勢。其次，市場會密切留意美國國會關於聯儲局主席提名人沃什嘅確認進程，呢樣嘢直接關係到下半年貨幣政策嘅連續性。此外，未來幾日仲會有一些重要嘅製造業數據同零售銷售預期釋放，呢啲將會直接印證貝桑所講嘅微觀經濟強勁係咪事實。作為投資者，我哋喺面對標指突破7000點呢啲時刻，既要為資產增值感到開心，亦要保持一份樂觀保守派嘅自覺。富國銀行嘅策略員認為，市場正處於糖衣亢奮 Sugar High 期，並預期標指可能喺7月之前衝向7300點。但我哋都要問自己，當呢種高糖效應退去之後，支撐市場嘅基石係咪穩固？目前嚟講，減稅預期、製造業復甦以及 AI 嘅變現能力確實提供咗支撐，但高利率環境嘅維持同埋地緣政治嘅變數，依然係我哋唔可以忽視嘅風險因子。尋日嘅行情話俾我哋知，市場唔怕波動，怕嘅係冇方向。目前嘅方向似乎係向好，但路途並唔平坦。喺咁樣嘅背景下，分散投資，密切關注政策動向，並喺亢奮之中保留一份理智，係我哋喺美股脈動新聞一直倡導嘅原則。如果你覺得內容對你有幫助，請務必訂閱我哋嘅頻道、點讚並分享俾你身邊嘅投資夥伴。你哋嘅支持就係我整理資料嘅最大動力。我哋聽日同一時間繼續為大家解釋全球財經脈動，祝大家投資順利，晚安。